二哥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，这个是补水的，这个呢是美白的。这个我之前试验过，这个加这个效果更好。距离你的婚礼啊还有10天，咱们先补这个啊，肯定让你婚礼那天变得漂漂亮亮的。谢谢二哥。乖，切，我妹妹不用补就是最美的。妹妹，还有这个，这个可以用来身体美白。这些东西啊，都是可以外用的。这些东西可都是用草药配出来的独家秘方。老七，这些东西可都是妹妹的独家专供，可没你的份儿。谁稀罕？反正到时候去你房间拿就是了。哦，对了，妹妹，这个护发膏也是哥哥精心调制出来的，京城里面的名媛全都趋之若鹜。用了这个护发膏啊，保证你的头发乌黑亮丽。在你成亲之前呢，哥哥每天都来给你做一次。哎呀，太好了！这样的话呢，我的皮肤问题解决了，头发问题也解决了。可是吧，我这个身材，还有我的大圆脸没有解决啊。我决定了，从今天开始呢，我要少吃点东西，瘦一点的话呢，穿喜服也会好看的。啊，妹妹别呀！你要是减肥的话，那哥哥我就再也没有心思去做这些好吃的了。人生还有没有自由了？吃。过来，这边，再来2个，来，小心点，这个都太厉害了，流水，快齐了，好的，别请，都放这边啊，还有这个，行，我来拿，在我这儿呢，拿着点啊，拿着行。你别注意啊，别用擦干净。我来知道。那个还有点脏。这样吗？这边来，稍等一下。这边看看那边，看见了没？就这边。这个字。对，好嘞。蟹黄虾中荔枝肉，虾，红烧鱼，还差什么呢？妹妹，你穿上这身衣服，堪称完美。看来这雪花膏的效果还不错啊。妹妹本来就是天生丽质，娄轩这臭小子，上辈子修了多少福分呢？就是，我这宝贝女儿好不容易养大了，却又要嫁人了，和别人组建家庭。爹爹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期待我嫁人的样子啊？我怎么可能期待呢？你可是爹爹心尖尖上的人呐！就你这些哥哥呀，估计得等你嫁人了才肯成亲生子。小姐，女儿，你慢点跑啊！慢点，新娘子，小姐，哎呀，新娘子，你可不能乱跑啊你！日轩，鱼。你怎么自己出来了？我害怕你跑了呀，我就自己出来找你了。哎呀，别胡闹！女儿啊，这女人成亲一辈子就这一次，你可不能胡来啊！幸好啊，就一个女儿。爹，娘，女儿，感谢你们这么多年来的养育之恩。
娄轩，我把我最珍爱的女儿交给你了。我的那些儿子们不知道躲到哪儿伤心去了。将来你要是欺负他，他们可不会放过你的。夫人，大人，娄轩一定会一辈子好好照顾冉冉，不让她受半点委屈。还叫大人夫人呐？岳父、岳母，受小婿一拜。起来吧，别误了吉时。冉冉，女婿，冉冉就交给你了。去吧。好了。请小姐上轿。起轿！这。18年前，我们都不知道这小东西能不能活下来。今天它都成亲了，想一想也是恍惚。她嫁给了心爱的人，那个人也正好爱她。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我就是心里难过。我还在想，我们的冉冉会不会给我们生一个小小冉冉呢？不知道冉冉现在怎么样了？她要嫁人了，我却不能陪在她身边。她嫁给了自己心爱之人，一定会幸福的。对了，老五飞哥来信说，爹娘希望我们早点回去。表哥，那你怎么想？既然家里一切顺利，我们就在此生活吧。等到有了孩儿，再回去也不迟。吁！这，这。他来了。各位大舅子，有何指教啊？恭喜娄少主，今天是冉冉大喜的日子。但是你别急嘛，虽然我们已经答应冉冉嫁入娄家堡，不过我们可真是舍不得呀。而且我们担心冉冉一时不适应。如果你真心是为冉冉好的话，就让我们兄弟几个一起嫁入娄家堡。你看怎么样？难怪你们刚刚都不在了呢，原来是在这儿等着呢。妹妹，这。你看看，还没拜堂成亲呢，都开始管上了。这以后哥哥要想见你，那可见不着了。哎呀，七哥，不会的。反正我不管，我就是要跟你一起去。
行了，你们都别追了。我希望小师妹能幸福。行了，我看我们也拦不住他们了。没想到娄轩占有欲这么强，连我们这些哥哥都不让待在妹妹身边。好了，那他现在什么意思啊？把妹妹带走了，还不回娄家堡？那以后我去哪儿见妹妹啊？哎，去啊！你终于来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去找妹妹。哎，去什么去？看这边。啊，妹妹幸福了，那你呢？看来我等不到你了。苏南，你愿意娶我吗？上！喏，这个该还给你了。日轩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本来就是我哥哥让我送给我未来夫婿的。那这个本来就是我的了。嗯。日轩，我好害怕，这是一场梦啊！梦醒来，就又什么都没有了。走，我带你去追梦。请问您这是？再不让我出门，我是娄家堡管家，求见苏我丞相。就真的大病不起了。好机会啊！七哥跟我说过，往集市走是左转还是右转来着？啊，左转。少主，大管家已前往宰相府。知道了，让大管家先和他们周旋周旋，我出去转转。是。这。这集市到底在哪儿啊？怎么越走越荒凉啊？我好吃的包子呢？哎，站住！啊？这位道长，醒醒吧，睡在这里不安全。哎，你是谁呀？这位道长，你怎么睡在这儿啊？我是要，哎，我是要来干什么来着？不想了，还是让我睡会儿吧。啊，这位道长，别睡了，这荒郊野岭的，万一野兽出没怎么办啊？那这个给你，是我哥哥做的，可好吃了。你吃完有力气了，就赶紧上路吧。好，谢谢。不许再睡了。
施主，有缘我们一定还会再见。慢走。公子，公子，哎，这位公子，请等一下。姑娘，不知喊住在下，所谓何事？公子，请问京城怎么走啊？京城在我的后面呢。啊？哎呦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想去集市吃个包子，怎么就跑到这儿来了？你笑什么呀？我没笑什么呀。如果姑娘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，那在下就告辞了。啊，那个，姑娘还有什么吩咐啊？那个，公子，请问你去往何处啊？我去往京城。啊，那公子，你能不能，能不能，那个，公子，公子，能不能带我一程啊？不能。为什么？我的爱马呀，它腰不好，驮不了2个人。啊，这什么蹩脚的借口啊！我能有多沉啊？可我又不认识你，万一你要是个骗子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我哪里像骗子了？再说了，你一个大男人，还怕我一个柔弱女子啊？而且，我好歹也算是个大家闺秀。大家闺秀怎么了？大家闺秀就可以随便上男人的马吗？你好，这。哟，这不会就是秦将军下的聘礼吧？应该不会。将军府与丞相府2家成亲，礼数是第一位，怎么可能直接把彩礼送来呢？走，问问娘去。嘿，站住！三哥，你干嘛去啊？现在表姐正陪着妹妹呢。自从上次妹妹得了风寒，娘亲就禁止她外出，天天啊，无聊的紧。你就让他们2个姑娘家说说贴心话吧，啊？咱们看看到底什么情况。走，三哥。一大早就有人来敲响了门，当值的以为是老秦送来的彩礼，便迎了进来。秦将军虽为武将，但向丞相千金提亲的礼数必是懂的。怎么能不提前通报就把东西送过来？绢300匹，锦彩60匹，钱300万，酒60壶，玉璧5枚，虎皮10张。老爷、夫人，娄家堡大管家上门拜访。娄家堡？确实是娄家堡。自从娄老堡主去世以来，我们2家来往甚少，怎么突然？无论如何，娄家堡对我有恩。我们先看看怎么回事。请他们进来。是。请。啊。小人特奉我家少堡主之命，前来拜见公主殿下、丞相大人。大管家今日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
大人、夫人，我家少主近年来游历四方，近日刚刚回到京城，特派小人前来提亲。提亲？里边请。请。来人，看茶。是。是上次落水的那位姑娘。这个人，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去。多谢公子。我一路把你送回家，还给你买包子吃，请救命恩人进屋喝口茶，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什么救命恩人呐？你别夸大其词好不好？哎呀，原来丞相府都是一群忘恩负义的小人呢。什么小人呐？你说谁啊？恩人，小女子恳请你去府上喝杯茶，歇一歇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娄家堡屹立于江湖数十载，属于朝廷管辖范围之外。娄家号令一出，江湖上所有的人皆为娄家堡马首是瞻。当年魔教入侵我朝，也多亏娄家出手相救。正是，娄家堡对我有恩，出洋时刻铭记在心。大人、夫人，这都是娄家堡的责任，不足挂齿。大管家有所不知，我家冉冉已经许配人家，与护国将军二公子定了亲，所以……的确，我家小女儿已经许配给了将军之子，皇上亲口指婚，君无戏言，皇命不可违呀。喂，喝茶不是这个方向。喂，拜见少主。大人、夫人，请容我引荐我们娄家堡少主娄轩。拜见丞相大人、夫人。晚辈娄轩这次特意上门提亲，望大人夫人成全。好，娄少主不必多礼。娄少主，刚刚我也和大管家说了，实不相瞒，我家小女已经许配给秦将军的二公子秦朗，这个晚辈知道。那大人、夫人，我们娄家堡隐匿于江湖这么多年，对于礼数礼节已经渐渐的生疏。如果有不周不敬之处，还请二位海涵。好，哪里哪里。大人、夫人，这次我确实是上门提亲，但是不是您的千金，而是府上的另一位小姐。表姐。娘亲又增派人手了。哎，哎，小姐。那个，今天我有急事要出府一趟。小姐，夫人特意嘱咐过，小姐想要出门，我等必先禀告。不用去禀告娘亲啦，我真的只是出去转一转，马上就回来的。小姐，夫人有令，小姐您是大病刚好，不宜出门。什么大病啊？就是有点风寒嘛。请小姐回去。
好不容易回一趟京城，也不让我出去玩，娘亲也太狠心了吧！我给你生了9个哥哥，找他们去。哎，大哥，今天带我去刑房看看吧，我想看看大哥的威风。石头剪刀布。妹妹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还是找老七玩去吧。啊，哥先走了。哎呀！妹妹，下次可不可以小心一点啊？三哥，看什么呢？留住！子曰：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。”妹妹啊，我可告诉你，和面不仅要注意节奏，而且啊，你还要注意力度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咱们和出来的面才会又好吃，又能做出漂亮的糕点。嗯，知道啦。哎，对对对，就这样。妹妹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哥哥呢？哎呀，真是。来。哎，你怎么还挪我呀你？来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可千万别小看这一支小小的带笔。在京城，带色五花八门，什么带黑啊、带青啊、带蓝啊、带紫啊，那噱头够响够亮，可一抹到眉毛上，全都土得掉渣，哪像我苏简啊，我可是京城第一。哎，妹妹，来，七哥，妹妹，你来帮姐姐们描眉好不好啊？好啊。七哥，还是你最好，怕我无聊，一直陪着我。那怎么表示表示？妹妹真乖。来，你画这个姐姐。好。妹妹，怎么样？看。大哥，你这字写的可真好看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、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、9个，过来陪我玩。我还要看书。哇！客官，您的菜。这位爷，一个人吗？子，让我们一起喝。哎呀，咱们一起喝吧。
公子这边请。来，公子，坐这儿。公子，我们伺候你啊。公子，来一杯嘛。嘴上说什么疼我，其实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、9个，谁都不疼我，谁都嫌弃我，都不带我玩，都不带我玩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我该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天呀！你要亡我苏冉冉吗？我实在是想不通，依照娄家堡的财力跟势力，怎么会跟丞相府的外甥女结亲呢？娄家堡向来黑白两道通吃，朝廷都忌惮他们3分，也鲜少跟官宦人家来往。这突然上门提亲，还真让人琢磨不透啊。而且我们跟秦家，我们2家现在处境非常微妙。自从定下婚约以来，2家没再提过。可皇命不可违呀，现在又多了个娄家堡等我们回复，真是焦头烂额。老秦那边不着急啊，就让那个老家伙给我等会儿。可至于这娄家，莫非这个娄少主听说咱们天儿冰雪聪明、端庄秀丽，慕名而来？那是。我们家天儿可是万里挑一的好姑娘，贤良淑德，蕙质兰心。哎，我一直以为她跟咱们家老三。就是啊，这俩孩子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的，我还一直希望天儿将来嫁给我们老三呢。哎呀！真是谢谢你啊，你真是我的大恩人。姑娘，为何要爬着狗洞？一言难尽。姑娘是苏府之人，不能告诉他我是谁。丞相千金钻狗洞，太丢人了。要是让娘亲知道，非责罚我不可。
你和这位姑娘认识啊？有过几面之缘。这堂堂丞相府中的人，竟然会从狗洞里爬出来，莫不是贼吧？贼？你说谁是贼啊？我长得像贼吗？你才是贼，你全家都是贼。哎，不是，你刚刚叫他什么？秦都尉？你姓秦，叫秦都尉？那你爹是谁啊？放肆！竟敢追我们都尉大名！在下秦朗，现任京城骑都尉，家父是镇国将军秦维。你是秦朗？正是在下。敢问姑娘芳名？哎，站住！别跑！小姐，让开！天，看来这位姑娘还真是苏府的人。走，回衙门。是。小姐，那个……嘘，就当没看见。表哥，天气炎热，喝碗绿豆汤吧。表哥过来找我有事吗？要是没什么事，我就走了。表妹，爹娘还在等你对娄家堡提亲一事的答复。这事我知道。那你的答复是？我还没想好。娄家堡在江湖上名声响亮，娄少主也是一表人才，想必爹娘也会觉得这是门好亲事。是啊，我从小寄人篱下，虽然舅舅舅母待我如亲生女儿，你们与表妹待我如亲手足无异，可是我到了嫁人的年纪了，不能再打扰你们了。不，表妹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表哥，你放心，我定会尽快给舅舅舅母答复的。祈愿符嘛，祈愿符，姑娘，你快看看，我们家的祈愿符可灵了。你要是有什么愿望，把这个符啊往树上一挂，不出3天，保管灵验。真的假的？真金不怕火炼。要几个？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15个。什么？15个。15个？哎，这我
要不我拿这些东西跟你换吧，它起码值10两银子呢。姑娘，我这个祈愿符是祖传的，1两银子一个。你这10两银子恐怕不够吧？1两一个也太贵了吧！哎，姑娘，我们家的祈愿符可是包管灵验的。可是我也没带那么多钱啊。姑娘，你手上那个玉佩值4、5两银子。这个玉佩可不行，这是我哥哥给我的，说是以后给我未来的夫君。虽然不知道它值多少钱，但是我不能给你。哎，姑娘，要不这样吧，你把这玉佩抵押在我这里，明天呢，你把银子带来了，我再还给你，不就得了吗？明天？嗯，还在这儿？我天天在这里啊，我们做生意言而有信。好吧，我相信你。姑娘，我看你这么有诚意啊，这里呢还有20个祈愿符，我呢就全送你了。来，拿好了啊。谢谢老板。哎，姑娘，留步，从这边往东边走，有个许愿树，你把这个符往上一挂，越高越灵啊！快去快去，现在人少，赶紧啊！哎，赶紧去啊！就在东边拐弯的地方。好。各路神仙保佑，爹爹、娘亲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这个红绳跟师姐手上的可真像。回京城这么长时间了，也不知道师姐他们怎么样了。简直价值连城，赚大了！保佑三哥苏泽别再像木头一样，多说话更健康。保佑梁天表姐。梁天表姐，不就是我未过门的堡主夫人吗？什么堡主夫人啊！你想得美！我爹娘同意了吗？我表姐同意了吗？我同意了吗？这还需要你同意啊？老爷，秦二公子求见。人在哪儿啊？现在正厅喝茶。小姐在哪儿啊？正如您的吩咐，小姐在左小院天香阁吃点心。你把秦公子带过去，就叫他在那儿等老爷。记住了，进去不要敲门，把人送到就出来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小的先下去了。楚阳，你这么把女儿就给嫁了，我不高兴。你不高兴也得给我老实待着，不许捣乱。
我们家老爷在书房处理一些事务，特地吩咐小的伺候您吃一些茶点。老爷一会儿就过来。客气了。等一下啊，这个是否是府上小姐的？没错，这是我们家表小姐的。您看，这是表小姐的名讳，是她亲自绣上去的。表小姐啊，秦公子有所不知，我们家表小姐闺名唤梁天，是我家老爷过去妹妹的遗孤，从小就被我家老爷接到府上，与我家小姐一起长大。秦公子，请在那边亭台等候。娘亲怎么还不来啊？6哥做的点心为什么就吃不腻呢？每次他都不重样，你说我能戒掉吗？真可恶！上次居然还被卡在狗洞里了，太丢人了！好些了吗？不是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姑娘误会了，是家父派我来府上拜见苏大人的。那你怎么来这儿啊？你应该去书房啊。这是府上家丁带我来的。肯定又是爹娘搞的鬼。啊，对了，梁姑娘，这个手帕应该是你的。嗯？表姐落在我这的手帕。上次原本想把手帕还给姑娘，奈何梁姑娘匆匆离开。梁天这个名字真的是与众不同。秦公子啊，谢谢你还我手帕。这些点心你随便吃，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我这样骗人，会不会不太好啊？不对不对，怎么是我骗他呢？是他自己误会的呀，不关我的事。我应该不用内疚吧？可是骗人总归是不对的呀，我该怎么办？小姐，岳峰公子来了。啊，九师兄来了，人呢人呢？我当小师妹已经忘了九师兄了呢，原来还记得九师兄啊，没白疼你。九师兄，小师妹可想死你了。九师兄不来见你的话，是不是以后打算都不见九师兄了呀？怎么可能啊！你是不知道，我娘亲现在对我管得可严了，连大门都不让我出。要不是你来找我，你都见不着我了。是吗？难怪啊，我进来的时候可花了不少心思呢。你不会是又……你别多想啊，我现在哪还钻得进狗洞啊？那你怎么进来的？师妹，坐下来，师兄慢慢跟你讲。我呀，一直在门口，就那么等候着呀，等啊等，等啊等，等啊等。突然，你五哥出现了，然后啊，我就悄悄跟着他，biu biu biu biu的就进来了。那我五哥他们没有为难你啊？我也觉得奇怪呢，你五哥这次怎么会让我过来看你呢？好甜哦。来，再吃一个。那你也吃一个。好好好，妹妹，妹妹。岳老三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七哥，九师兄上次来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吧？那也不行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们太乙山的人怎么都这么喜欢缠着我妹妹啊？
不是我说你啊，你们太医山的人怎么都那么喜欢缠着我妹妹啊？我告诉你，你离我妹妹远点，免得我妹妹被你带坏了。我是小师妹正经八百的师兄，凭什么让我离她远一点啊？嘿，我真就服了，我从来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臭不要脸的人。你让开，妹妹，你过来。你干嘛呀？我今天非要跟你好好理论理论。理论就理论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她是我妹，不是你妹，别老往这跑。我是她师兄，她是我师妹，我怎么就不能来看她了？你真了不起啊！你怎么还能说打人呢？我就来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师爷，你快救救我吧！啊嚏！只打了一个喷嚏，看来是小师妹在念叨我。我要不要下山去看看她？你醒啦？桌上的药喝了吗？喝了。你看，你的衣服我亲自洗了，所以你不用怕，没有人知道你在我这儿。谢谢。谢什么呀？你呀真是客套，哪像我那个小师妹啊，吃我的喝我的，从来不知道说谢谢。你知道吗？人与人之间，无需说谢谢的，才是真正的亲近之人。你中午想吃什么？我去做。有青菜，有鱼，有毛豆，还有虾什么的。可是我从来就没有亲近之人。那你先告诉我你的名字，我来做你的亲近之人。叶青天。走，我们回去。表小姐请。多谢。三表哥，你这是在责备我，欺骗你吗？表妹，从书房回来，你好像就变了一个人。原来你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表妹。停！来，坐，干什么呀？哎，刚才过去的那个是人吗？没错，就是那个呆子。三哥只有发怒的时候才这样吧？看来表姐这一句三表哥，对他伤害挺大的。哼，之前他们表哥表妹叫的，连我都起鸡皮疙瘩。现在倒好，表姐说翻脸就翻脸。哼，那也是三哥的错，一根木头，你们能跟木头玩得起来吗？老七啊，看来你要做的嫁衣，可不止妹妹这一件了。哎，不，我可不敢给表姐做嫁衣，要不然那个呆子会杀了我的。哟，大人里边请。哟，大人您来了。大人快请，里边坐。不必了。近半个月内，你店是否有西域打扮的女子入住？西域的打扮，西域打扮。哎，小三儿，你也想想。哦，好。西域打扮，掌柜的，咱们这儿最近没有这样的客人。是啊，大人，这个好像还真没有。那多谢了。
大人慢走啊！大人慢走啊！好的。面具，看一下。刚出锅的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面具。面具看一下。哟，姑娘，看一下面具吧。买一个吧，多好看啊！面具。瞧一瞧，看一看面具。你们几个跟我走，其他人去那边。是。京城西长街万剧不转。大人，怎么样？没找到。掌柜的，你帮我看一下，这儿怎么走？嘿嘿，姑娘，这个地方可不好找啊，有点远。啊，那怎么办？这样吧，要不你先在我这住下，等明儿一早再赶路。这么远啊？嘿嘿，是有点远，是有点远。我是担心啊，你要是现在继续赶路的话，恐怕到时候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你看你人生地不熟的，你一个小姑娘，不安全，不安全呐。那个掌柜的，您还是给我指路吧。您这儿我可住不起。没事儿，没关系，你一定是初来乍到吧？要不我给你打个折？打个折？不，算了，我还是算了吧。我先走了啊，谢谢。姑娘，听我说呀。站住，姑娘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为什么？我要问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你们放开我！不知道娄公子找九半灵芝，是想要武功精进，还是想要永葆青春？救人。救人？三哥，你真的不知道表姐去哪儿了？不可能啊！你们之前不都是一起出门、一起练琴、一起散步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惹表姐不高兴啦？三哥，你不会是做了对不起表姐的事情了吧？哎呀，不对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我三哥是什么人，我还不知道吗？这种事他做不出来的。难道是表姐做了什么对不起我三哥的事了？哎呀，不对，也是不可能的呀。你表姐答应婚事了。谁答应婚事了？答应谁婚事了？表姐。
傻瓜，我的小傻瓜。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不许忘了我。以前守护你的人是他，以后守护你的人只能是我。你答应了？天儿，你从小是我们当亲生女儿养大的，你的婚事我们是很慎重的，可不能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啊。对啊，天儿，你可得考虑清楚啊。是，天儿已经考虑清楚了。天儿，你先下去，我跟你舅舅再商议商议。是。天儿从小生性倔强要强，看来这门亲事也是没有办法了。京城刚刚出了那样的事情，我这心里惶惶不安。你说天儿这事，我的心怎么也悬着呢？楚阳，你别担心，这个秦朗不是已经开始调查了吗？相信不出几日，一定就会有结果，你不用瞎想啊。你明天下朝之后跟老秦头商量，尽快把婚期定下来。哎，表姐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拿你的帕子。不该让你的帕子被别人捡到，不该让别人误会是你。可是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要相信我。第一，你让别人捡到帕子；第二，你让别人继续误会帕子的主人是你。第一点是既定事实，我且饶过你；第二点，你怎么解释吧？那个。我也是不好意思嘛。表姐，那你说你怎么才能原谅我嘛？好吧，那你说说，你将错就错的这个打算，准备持续到什么时候？我不知道。冉冉，你是真的不想嫁给秦朗吗？嗯，一点都不想。嗯。这3年，我每天都做梦，梦里一直有一个声音。虽然我记不起梦中梦的什么，但是这个声音我不会忘。他一直告诉我，不要忘记他，千万不要忘记他，一次一次，一次又一次的。每次醒来，这个声音还是会围绕在我的脑海中，想忘也忘不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
每次想到这些，我都会很难过。我是不是真的把这个人忘了？所以他才会一次又一次的来到我的梦里，告诉我不要忘了他。每次想到这些，我这里都会好难过呀。那个声音的主人，你一点都不记得了吗？不过不管怎样，我一定要弄清楚。所以你不愿意嫁给秦朗？嗯，是啊。那你打算怎么说服舅舅舅母？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表姐，要不你帮我想办法吧？你不是比我聪明吗？嗯。你究竟是谁？一个被忘记的人。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不会伤害他的。近日京城频繁出现命案，阁下这般在夜里黑衣飞行，又在别人高墙之上行走，不怕招别人误会吗？阁下这身打扮，应该不是京城的人。敢问阁下到京城所谓何事？寻人。哦，寻何人？可能在下寻的，跟大人寻的是同一人。何以见得？刚才大人自己不是已经说了吗？在下是位公事，不知阁下自然有我的理由。大人循着铃声，便可以找到他。多谢。千万不要逼他，否则他会越玩越开心的。不必了。魔教吸血之术，传女不传男。难怪大人一直让我们寻找怪异的女子。不知道此人是否与魔教有关？大人，您看。放了吧。是，放人。走吧，走吧。爹娘，可是有什么要事发生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老爷、夫人、小姐、表小姐马上就到。娘亲，爹爹。哎，冉冉，乖。天儿，舅舅、舅母，冉冉，你爹与我一直希望你跟天儿一样举止大方、彬彬有礼。可是你自小身体弱，我们也就随你去了。可如今你已经到了婚嫁的年纪，也该学一学礼数了。娘，妹妹天性活泼，要是把妹妹变成天儿这般，那妹妹也就不是妹妹了。对啊，就是啊，娘，你看妹妹这个样子，不是挺好的吗？我倒是还想娶一个
像妹妹这样的妻子呢。是啊，你上哪儿找像妹妹这么可爱的女子去啊？娘，您既然已经有一个像表姐一样的女儿，何必再要一个脾性一样的女儿呢？就是，弟弟们说的对，别再为难妹妹了。我也觉得，我觉得我们家冉冉现在就挺好的。对啊，都给我闭嘴！给我点面子，孩子们都看着。娘，您别生气了，冉冉学就是啦。你看，我就说嘛，你看冉冉多乖呀。成亲之后是有很多规矩要守的，那现在就放纵一下，不也挺好的吗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就是啊，就是，对啊，对，就是。冉冉，今日早朝后，你爹与秦将军商量，你与秦朗的成亲日子定在了8月15。爹，怎么可以出卖我？我也是被逼的，我也不想啊，女儿。可是娘，妹妹嫁人，我们哥几个可都还没同意呢。就是啊，还没同意呢。都给我闭嘴！娘，距离婚礼的时间这么短，需要准备的东西又这么多，万一有所遗漏，有损咱们苏府的颜面，不如给婚礼筹备多些时间吧。是啊，老五说的对，我们苏府就冉冉和天儿2个妹妹，还请爹娘慎重考虑。我已经请到了京城最好的喜娘，你从今天开始就在府里待着，不许出门，跟着喜娘每天学习规矩和婚礼的流程。天儿，你既然答应了娄家宝的婚事，你也学着点儿，顺便监督妹妹。是。娘，你真的答应娄家宝的亲事了？管好你自己的事情。可是表姐她……行了，冉冉，我警告你，不许说出大家闺秀不该说出的话。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我说妹妹，你到底是什么状况啊？什么状况啊？8月15，你知道8月15是什么时候吗？什么时候啊？哎呀，我真是要被你气死了！离8月15还有20天。什么？还有20天？我就要嫁人了！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这小脑袋瓜子里面想的都是什么呀？还有心思去管你表姐的婚事？我什么我呀？这回我看你怎么办吧，我的小祖宗！我真的要被娘亲嫁掉了？娘亲真的要把我嫁出去吗？娘亲她舍得吗？舍不舍得的，你上午又不是没听见。哎呀，你真是气死我了！妹妹，你过来。哎，也让我听听啊！就说咱们妹妹，这能行吗？不行也得试试啊。怎么样？娘亲说了，妹妹一心向佛，也是一件好事。娘还说了，既然妹妹不想出屋，那就不出，悄悄沐浴，静静心也挺好的。那就晚点让喜娘再来。不想吃饭呢，那就不吃。反正成亲之日，还是要瘦瘦的才好看。娘亲还说了，这么烂的主意是谁出的？
哎，娘亲本来就是这么说的。妹妹啊，看来这戏你还要继续演下去才行，不然娘亲不信呢。五哥、七哥，你们先走吧，别管我，就让我在这里敲木鱼吧。那我们再去找大哥商量商量。好。妹妹，那你多保重啊。哥哥晚一点再来看你。走了，走了。哎，您看我，还是谁特别好？来，瞧这个，使劲吹，没人啊，挺结实啊，可不是吗？给我来一个。哎，姑娘，来一个吧。小师妹今天在干嘛呀？怎么还不出来见我呀？哎呀，小师妹，我这进也进不去呀！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狗洞我也钻不了了呀！九师兄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怎么是你啊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小师妹，哎，怎么是你啊？疼死我了！九师兄，对不起啊，我刚刚跑得太急了，就没看到你。没事没事，不说这个了，不说这个了。小师妹，你怎么从这个上面下来了？哎呀，还说呢，我娘不是不让我出门吗？我就偷偷的跑出来啦。九师兄，话说你怎么来这儿了？还不是因为你啊！你娘不让我进家去找你，我只有来看看狗洞了。但是我实在是钻不进去。怪不得呢，我上次就差点被卡住，何况是你呀！走，陪我逛街去。哎，师妹，这边啊。伙计，哎，伙计，这妞有点意思啊。哎，伙计，姑娘，你需要买点胭脂吗？啊，不是，我看到外面那个牌子。哦，我这儿正好缺一个姑娘来帮我招揽生意。姑娘，你刚到京城来？啊，是。哦。姑娘的家住哪儿啊？我从西边来。西边？就你了。姑娘怎么称呼啊？我叫金英。金英，好名字。小九，哎，带金英姑娘去吃个饭去。好嘞。谢谢掌柜的，谢谢。这边请。来，您看看。买一个吧。不要。您慢走。来，小姐，看看喜不喜欢啊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哎，高管领。老板，你还认识我吗？这姑娘，这过往的人这么多，我怎么记得住啊？啊？怎么了，小师妹？他是不是多收你钱了呀？不是的，九师兄，上次我出门没带钱，就把一块玉抵在这儿了。老板，我把银子还给你，你把玉还给我吧。姑娘，那天自从你走了以后，就来了一个公子，非要你这个玉佩。哎呀，这人高个子大，我也没办法，我只能给他了。个子很高。要说个子很高的话，你家的哥哥个子都挺高的呀。要说人高马大嘛，那只有你4个了。你回家问问不就得了？是。老板，再给我来一包，啊！
来，姑娘。谢谢老板。走。哎，去那边看看。好。上一次没顺利挂符，这次我要把师姐的也挂上，还有二师兄。就没有我的呀？当然有啊。谢谢小师妹。小师妹，还有什么要买的吗？要不把这些都给买了吧，然后把它们搬到太乙山上，这样的话，我就不用下山啦。您又来这儿巡街了？哈，是啊。亏你们最近才没有命案呢。哪里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慢走啊，秦都尉。慢走啊。怎么了？干嘛跑呀？先躲一躲再说。这怎么？老实点！你们干什么？抓起来！小师妹，